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你知道吗？轻熟女啊，现在流行的热门瘦身项目呢又多了一项了，那就是垂钓运动。我当然知道喽，而且很多艺人还有模特儿就是用这一招雕塑他们的完美曲线的，因为这个运动可以运动到平常运动不到的一个部位，比如说像是 Boino。Boino 就是背部了。其实除了 Boino 之外呢，它也可以运动到腰臂哦。这个很重要哎，腰臂非常难练出来哦。腰臂就是大腿的意思哦。还有你看看啊，像是珍妮佛罗培兹，她的臀部曲线是不是很受到大家的羡慕呢？她就是用这一招哦。这臀部屁股呢，就叫做 Swan。Swan 就是屁股了。听你这么一说呢，我真的要好好的锻炼一下。而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一整句的句子呢，就是运动可以锻炼到背部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运动做得锻炼背脑，运动做得锻炼背脑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好好健身一下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想要上健身课程，不晓得有什么推荐的？推荐你 TRS， 这里有课程可以参观。TRS 它是利用2条绳子借我们的体重作为健身的训练。可是我想要训练的是腰臂还有Swan的曲线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他们现在在做的动作就是两手握住 TRS， 像深蹲一样，把我们的重心往后面做，所以我们的重心在屁股上面，让你的膝盖顺着你的脚尖，不要让你的脚内八或者是外八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动作是背部的训练，在做的时候一样，先让你的身体保持在 TRS 的正中间，把你的身体重量加入 TRS。像这样啊，Boino夹紧啊，这个动作主要去训练什么啊？训练后背肌。那可以训练手臂吗？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先暖身，加入体验看看吧。那个垂钓运动有没有让你练出曼妙身材？当然没有喽，我只练出全身酸痛。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吧，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这个垂钓运动可以帮你运动到的部位，背部，背部就叫做 Boino。Boino 就是背部了。另外 Boino 之外呢，也可以帮你训练到大腿哦。大腿呢就叫做腰臂。腰臂就是大腿的意思哦。还有大家都希望屁股翘翘的啊，屁股就叫做 Swan。Swan 就是屁股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整句的呢，就是运动可以锻炼背部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帮大家复习的是，运动做得锻炼背脑，运动做得锻炼背脑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好好健身运动，雕塑完美身材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